经过这间店，很难不注意到它，哦，不是很难不闻到它。一股浓烈的气味来自这大锅里的高汤，用整副猪骨熬煮16小时，浓郁牛奶色的汤头，初闻味道呛鼻，因此让聂老板的板条以臭出名。我们有客人在这边过了20年才进来做，每天早上从这边去上班，然后从这边下班回去，可大家都没进来过。有一天台风天，他我说大家都休息啊，只有他在做啊，进来吃看看，一吃就是停下来了。不寻常的味道靠口味取胜，板条 Q 的弹牙，浓汤入口变得温顺，大骨炖出丰富的钙质，更成为小朋友点心的首选。从学校吃完营养午餐之后，1点钟下课，然后妈妈就带着小朋友来吃了。聂老板骄傲地说着，客人一吃会爱上，舀着汤的手没有停过。趁着空档，老板开始张罗，这是他每天都坚持验收的时间。苏小姐，一起去吃饭，看阿蕊吃饭。爱娘子过来，我马上过来，一起来吃饭。看好来去吃饭，爱娘子过来，我马上过来。营业20多年，练纯卓每天都还要吃上1碗，彻底把自己当客人般挑剔，才能确保好味道不会走味。东西要吃不腻，客人才愿意来。你自己都吃腻了，那叫客人怎么吃？如此把关品管，难怪顾客们总端着碗，要求多加点浓缩精华的汤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加一点汤吗？来，可以的。来，小心端哦哈，要小心一点哦，不会。久而不闻其臭，聂老板的板条汤靠扎实的味道扭转客人的味蕾。看好来去吃饭，爱娘子过来。看好来去吃饭，爱娘子过来。